来天气冷死死，穿这种的羽绒外套是真温暖。有网友讲，伊第一届洗这个羽绒外套，结果内底羽绒是结做一块一块，规领外套拢糟践无法度搁穿咯。专家讲哦，这个羽绒外套要安怎洗、安怎拍，拢是有美感的哦。来看这个报道。去年嚟讲，羽绒衫赶紧摕出来穿，寒人一定用到物件，网友讲有拄到问题。粉红色的衫看起来真水，不过内底羽绒结规圆，用洗衫机洗干呢，民众真无奈。因为你的洗衣槽比较小，它有可能跟上盖摩擦，然后造成那个羽绒衣的破损跟爆炸。就算你没有爆掉，然后你的羽绒衣也完整的洗出来，你会有一个情况就是结块。洗了若唔对，衫裤就会报销。专家讲，烘衫毛撇布出来一般都是用5公斤左右的，建议一摆烘一领，上济莫超过2领，温度爱控制伫40度到70度，一摆5分钟至10分钟。你若烘了伤久，效果嘛无好。第一次烘干如果没有羽绒芯没有开的话，那必须再晾晒1个晚上，然后第二天再烘干5到10分钟。在里面转啊，放在里面那个。羽毛会结成一球一球这样。对。会丢洗衣机洗吗？没，我怕会掉啊，就给它擦一擦啊，要不然这样的时候那个毛会出来啊。也有网友讲，会使用网球慢慢啊烘，慢慢啊拍，会使有蓬松效果，这敢有影？个人推测啊，他希望的是不要让衣服打结，让衣服有充分的那个伸展的那个空间，可是终归还是一句，你的烘干机不能放太多衣服。免那保养有撇步，唔然好遮贵羽绒衫洗甲报销去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